深圳龍崗酒店海悅嘉軒今日正式開幕啦！由羅湖口岸打車嚟酒店，車程大概40分鐘，大概50蚊人仔左右啦。如果坐地鐵，就喺黃角坑站 C 出口，步行10分鐘左右就到酒店啦。酒店大堂都幾有空間感，大堂有張大梳化啦，望過右邊就係餐廳啦。reception 就喺餐廳嘅開放式門口，沿路轉入去就係 lift 口大堂。呢座酒店樓高16層，客房就分佈喺5至16樓。客房走廊嘅燈光都幾柔和。今次入住呢間雙人床客房，洗手間設有2個洗手盤、淋浴間同埋智能馬桶。而客房裝修就比較簡樸啦。望出去嘅環境都幾開揚，因為附近周邊都係發展中嘅地區，所以未有完整嘅設施配套同埋大型嘅 shopping mall。而床頭兩邊呢，就有控制房間裏邊燈光同埋窗簾嘅開關，仲有充電掣。而家我哋再參觀下大床房，大床房就多咗一張梳化。至於家庭套房呢，就係大床房以木門做分隔，相連大客廳同埋一間大床套房。相連呢間大床客房同樣都有獨立洗手間同埋衣帽間。酒店仲設有24小時嘅 gym room， 主要都係跑步機為主，仲設有洗衣房，住客可以免費享用洗衣服務。等洗衫期間都可以享用埋呢度嘅充電服務。早餐就設於地下層，亦係酒店嘅唯一一間餐廳。自助早餐每朝供應時間6點半至10點。首先呢度有沙律吧啦，麵包多士嘅控焗，熟食嘅款式就唔多啦，主要都係蔬菜同埋炒飯。仲有點心包點，有即煮嘅湯粉麵。西式早餐有腸仔、煎蛋、茄汁豆、煙肉、番茄仔同埋粟米。另一邊有春卷、皮蛋粥同埋白粥。至於飲品就有豆漿同埋牛奶。乳酪、果汁、熱茶同埋咖啡。仲有最貼心嘅就係盡量滿足食客嘅喜好，就係特製咗呢碟太陽煎雙蛋俾我啊！酒店 check in 時間2點，check out 時間12點。